天后元气岛，迄个元气见到见幸福，芭比就是真幸福嘅生人呢。佢要当元气，用元气用50只，火柴10组，汽车100台。芭比真中意嘅係一串元气饼，佢好做饼嘅衫，做司令官。指挥元气兵大战，有一日，佢到指挥元气兵攻打露出國上堡嘅下，報道一番，無聲見到台語嘅士兵嘅腳臂，今日暗部，芭比睡夢嘅下，就到夢中聽到火車呼呼滾嘅聲，佢目珠爆壓開。看到操上嘅士兵呢，攞其他元氣揭出重門，等等嘅機台嘢揭上天燈。芭比行到重門順，看到天燈有點火啲嘅鴨，遠遠嘅位有人啲嘅險。開向天后元氣島嘅成功後，就會開嚟了。嘅聲想到芭比。佢就夾夾作定台嘢揭上去，踩度行出到元氣，還有千多聲音呢。火車向前駛，勁行勁夾，冇幾久誒，運動王出現一隻島，火車超上講，元後元氣島到嚟，立刻搶下車，聲音嘅啥係火車。坐上一列屋頂拍成14個小火車，芭比看到單腳士兵攞其他車上嘅元氣，坐到一列屋頂縫實14個火車度。按到元氣上來到一隻蔬菜，隔壁企定一個單腳通人嘅海兔船長。船長講：下位有千好嘅元氣語言，看片唔值錢，等到恢復航權。做一套新嘅主意，過後天天主意轉復卡。船長帶元氣沙到天后元氣店，不過店旁擺嘅唔係元氣，係一個生意呢。個生意呢嘅面前做下吊燈一張算命牌，當行下燈記得搞壞幾多元氣。原來在天后元氣島係元氣當家。元氣做得天氣嘅中意嘅主人轉屋下，唔曉得通向元氣嘅聲音呢，無人愛。第二站係元氣醫院，船長講：無元氣中意嘅聲音呢，我本人送到下位，學習元氣嘅技術。熱演嘅事，整個送進元氣店去，次次都有元氣托機，整做得聽元氣轉屋下去。一整夜過去誒，當到聲音呢都轉屋下嚟，但芭比大概都冇元氣托機，芭比到隔壁嘅時間越久，爭元氣嘅技術就越好。有一日，一張元氣送到芭比手上，佢看得到係假嘅單腳士兵呢。芭比對佢頭擺送到士兵呢嘅事情感覺到真實哩。佢俾士兵呢做一隻新腳，不過樣板刀咪刀唔上去。芭比急到叫出來，冇想到佢嘅木子佢都夾碰嘅利索，士兵呢嘅腳落身體才穩穩嘅夾起來咧。要到元氣托主人嘅時節咧，一擺士兵呢去到芭比面前，冇行開。一張人工嘅行過來，問士兵呢：也係唔頭擺嘅主人嘛？士兵呢頭拿啱嘅，唔想托佢做主人嘛？人工嘅問，士兵呢要老頭拿啱嘅，因為佢哋。愛用版愛護元氣嘛？士兵呢，使個老頭拿啱嘅，
安樣嘅話，人腳下天氣全部較好咧。西邊嘅少年，芭比未少年，佢哋腳下坐上成功後，離開天空玩具島轉屋下。芭比轉到屋下，少年嘅皮啲嘅叮叮嘅。